荒郊野外的那个菇类啊，怎么漂亮吸引人哦，不能随便摘来煮来吃哦，有的有剧毒呢。历史上那个呃什么金山寺是在镇江吗？是江苏省的镇江吗？金山寺呢？哦，寒山寺啊，寒山寺才对啊。夜半钟声到客船那个寒山寺啊，姑苏才对啊。姑苏那是不是浙江省的？浙江省的才对了哈。姑苏啊，苏州了，哎，苏州呢？苏州就是因为有江陵苏州，才叫江苏。那江苏省的，江苏省的苏州啊，姑苏啊，城外寒山寺啊，寒山寺呢，灭世哎，是因为这个有人采那个野外的菇呢，野外的菇煮面啊，吃了哇，很多人都倒地不起了，哎呦，灭世哎！你看，不能随便在野外看到那个很漂亮的菇就采回去煮，会中毒哎。这里是陈永华的坟墓那边，在柳营国义后，柳营国义后，在那个天后宫那庙南边大概200公尺。啊，没有进，还没有进去，哎，南乐高的那个涵洞，要再继续往前走，再进入涵洞，有看到有关陈永华之于参军伟大人物的伟大事迹，兴建孔庙啊，兴庙建庙兴学啦，还有园艺啦、专制专瓦啦，是引进宋江镇呢，还有跟原住民的通商呢，还有好多伟大事迹啊，帮助郑成功赶走荷兰人都是伟大事迹。还有成立天地会，天护地成立天地会，就是晚清的伟大组织。这里是柳营国义后南边大概在天后宫南边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呢，是要经过那个南乐高的涵洞呢。从庙那边过来哦，你往左边看，第一个比较大的涵洞不对哦，不能进去哦，要再继续往前走。然后比较小的这个涵洞进来，